对，没错。大家好，我是敏媛。很好，很好哈。哎，上面的朋友，我是敏媛 ，Hello。挥挥手，挥挥手一下。嗨，你们好，好，我是今晚的其中一个主持人。那在开始表演之前啊，先介绍一下，我们等一下的表演，除了有非常精彩的好多种表演之外呢，我们还有好多精美的礼物要送给大家，我们有很多抽奖的奖品要送给大家哦。对，刚刚我们的万立伟有提供我们很多的奖品我们的奖项有加码再加码的活动。那我们有很多的议员还有立委呢，都赠送了很多的奖品给我们，所以我们真的很感谢他们，我们掌声谢谢他们。感谢他们提供了这么好的奖项给我们，所以你们知道奖项有多少个吗？70几个奖项啊！所以你们来到这里，绝对都有可能可以将你的奖品带回家。好，那每一个人手上有2张抽奖券，2张抽奖券，那都投进去了没有？有没有投进去？有，都投进去了。好，那希望大家每一个人都可以中奖哦。好。那哇，这来宾一个接一个啊！我们的陈美眉议员也来到现场，我们掌声欢迎陈美眉议员。好，好，谢谢，也谢谢他提供了这么好的奖项给我们，谢谢他，谢谢，我们再掌声谢谢他，谢谢陈美眉议员。好，那。最后呢，提醒大家一下，我们抽到的奖品，我只讲一次哦，大家注意听哦。我们只要抽到的奖品，我们一律不要大家急着把你的奖品带回家，好不好？不要直接把它拿走，因为我们呢必须要拿你的兑奖联，拿出来，我看一下，每个人有没有一个？对，你的那个另外一张是一定要拿下去哦，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兑奖，然后他们呢会让你们签收领据，你们才可以把你们的奖品带回家哦。好，事不宜迟，我们的晚会就要正式开始了。下面还有好多声音哦，我们的晚会即将开始了。好。那正式进入我们迦南教会2025年迦南60的圣诞晚会，拍手！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嘉宾，圣诞快乐！今晚我们一同聚集在这里，是为了纪念一份超越时间、超越空间的爱。这份爱是上帝亲自为我们预备的无价礼物。在2000多年前，救主耶稣基督生在伯利恒，他为我们带来了真正的平安与喜乐。今晚最重要的开场节目，是由我们亲爱的陈世林传道以及小小基督徒严以乐小朋友，他们将要为我们点燃圣诞的希望之光，带来圣诞快乐的开场祝福，我们一起用掌声欢迎。我们欢迎士林传道以乐小朋友。嗨，以乐，嗨，贝哥，好久不见了。好久不见。你又长高了不少哦。读几年级了3年级。3年级哦，哦，那你认识的国字一定很多，对不对？还好啦。好，那我考你一个字，让你猜猜看哈。有一个人姓王，他有一个大耳朵和一个小嘴巴，这个是什么字？知道是圣字。再讲一次。我知道是圣字。哦，是圣字，很棒，就答对了哈。你知道这个圣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不知道，你告诉我吧。圣的意思就是说哈，他的听觉很敏锐，他也是一个听得懂神的指示的人，这个就叫做圣人，哦可是呢，古代的古人说没有这样的一个人，为什么？
因为人不能够听到很多人的声音，一个人不能够听到，所以没有圣人。后来呢，我们看看这个圣，圣的下面是一个这个字，不是王哦，它叫做听，读作听，也就是说，他能够听到很多人的声音。后来有一个人出生了，他真的可以听到很多人的声音呢。给你猜这个是谁啊？我知道是耶稣。很棒。耶稣，我们每一个人跟他祷告的时候，他都听得到哦。所以只有耶稣是真的配称为圣人。贝公，我问你，为什么但字的旁边是个言字？问得很好。但字的言字这个意思就是说延伸的意思，也就是说人一诞生就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样知道吗？好，那换我考你一个字为什么快字是从心部呢？我知道，因为愉快是人心里的感觉。答对了，很好。你这个快乐的时候，一定是从心的感觉，对不对？这个世界上什么最快，你知道吗？应该是赖吧。赖是吧？好，很好，赖很好。你阿公阿嬷如果去国外的时候，你用赖就很快的跟他讲话了，对不对？可是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还有一个很快的东西哦，就是思想。思想是非常快，你思想到美国就到美国，到天堂就到天堂所以思想是很快的。好，那么再来就是这个乐字了，乐是怎么样？是我的名字。是你的名字，很好的名字，对不对？乐是两个丝弦附在一个白色的木头上，就可以演奏出很好听的音乐来。这个世界上的音乐的作品，歌颂哪一个人的音乐作品最多？你知道吗？我知道是耶稣基督的圣诞节。对了，答对了。耶稣基督的歌颂他的歌曲，在这个世界上是最多的所以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带给人类幸福和快乐。好，叮叮当，叮叮当，铃声多响亮，在这闪烁的彩色之中，我心不住歌颂。叮叮当，叮叮当，铃声多响亮，在这永恒的允许中，耶稣是最美的礼物。耶以乐，陈世林，祝大家圣诞快乐！听见圣诞钟声又响起，普天欢庆，这天来临，平安喜乐又在我们心里。听见圣诞钟声又响起，我心不住的赞美你，应响起那预言你荣耀诞生。是歌唱在高天，欢庆耶稣为爱降人间。看似宁静的一夜，却是改变了一切的一夜。
那一夜，我生命从此被改变，全因耶稣为爱降人间，小小因爱主耶稣，成了我生命最好的礼物，这就是圣诞节。哈利路亚！我们这时候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很高兴在这个重要的节日里面可以看到大家。会唱的可以一起来唱哦。抬头仰望明亮的晨星，神爱我们，成就了应许。耶稣基督，神爱的证明，每一颗心都期待奇迹来临。一起来拍手，明亮晨星照耀我心，以马内利与我们同走，道路真理生命的主，我们欢庆爱子耶稣的降临。哈利路亚，一起来赞美，信靠他的永生盼望。爱是盼望，爱没有惧怕，爱使我们相聚在一起。拍手，哈利路亚，一起来赞美，信靠他的永生盼望。爱是盼望，爱没有惧怕，爱使我们相聚在一起。明亮晨星照耀我心，以马内利与我们同住，道路真理生命的主，我们欢庆爱子耶稣的降临。哈利路亚！跟你旁边的人说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快乐！谢谢我们的迦南乐团，谢谢！哇，真的是非常好的开场。我真的好喜欢他们刚刚敬拜哦。没错。大家好，我要重新介绍一下，我叫什么名字？很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敏媛。好，那个大家好，我是今天晚上节目主持人，我叫浩宇。大家好。啊，多多包涵一下。新主持啊，怎么？那个黄家珍呢？黄家生啊，不好意思，我们今天的主持，你说叫他黄家生长老，我们本来叫他长老，我们叫黄家生就好，好不好？好 ，OK。好，哎，黄家生，家生，黄家生，黄家生，黄家生，大家一起说，黄家生你在哪里？拍子，让你们久等了。哎呦，有没有一点等不及的感觉啊？还好呢，啊，有啦，有等不及了。哎，我还没有介绍。哎大家好，我是3号主持人黄家生。哦，你看，邀请这个重量型嘉宾，有浩宇，有嘉生，需要我吗？不用嘛，对不对？哎，要要啦，是要。好，那圣诞节就是有点等不及的感觉了啦。对。哦那如果你们有等不及的感觉，那就是代表等一下的节目你们有所期待。哦，对啊，我们刚刚在等人，台下的人应该在等表演，应该还有很多人是在等礼物吧？没错啊，圣诞节就是要等放假、等礼物啊。今年的圣诞节不就放假了吗？对不对？那如果你们对今晚有所期待，也有等不及的感觉，那我可以说你们来对地方了。哇，谢谢大家。哎，是不是要赶快介绍一下我们等一下的表演来宾啊？没错，对，我们等一下啊，
我们是邀请到了我们的赞美超敬拜团。哦，赞美超敬拜团，他们要带来《不要失去你的微笑》。欢迎他们。不要失去你的微笑，不要失去你的微笑，不要失去，不要失去，不要失去你的微笑。要常常喜乐，耶、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不住地祷告，一起来祷告。要常常喜乐，喜乐，要常常喜乐，喜乐。不住地祷告，我们来欢呼一下，呜！祷告，不要失去你的微笑，不要失去你的微笑。Let's go， 不要失去你的微笑。不要失去你的微笑，不要失去你的微笑，不要失去你的微笑，不要失去你的微笑。要常常喜乐，喜乐，喜乐，不住地祷告，祷告，祷告。要常常喜乐，喜乐，喜乐，不住地祷告，祷告，祷告。凡事谢恩，凡事谢恩，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凡事谢恩，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因为这是神在基督，在基督耶稣，耶稣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在基督耶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不要失去，不要失去你的微笑，你的微笑。常常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不住地祷告。不要失去，不要失去你的微笑，你的微笑。常常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Here we go， 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常常喜乐，不住祷告。不要失去你的微笑，不要失去你的微笑。不要失去微笑，不要失去微笑，微笑。不要失去你的微笑，不要失去你的微笑，不要失去，不要失去，不要失去你的微笑。要常常喜乐，耶、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不住地祷告，一起来祷告。要常常喜乐，喜乐，要常常喜乐，喜乐。不住地祷告，祷告，不住地祷告，祷告。不要失去你的微笑，不要失去你的微笑。Let's go， 不要失去你的微笑。不要失去你的微笑，不要失去你的微笑，不要失去你的微笑，不要失去你的微笑。要常常喜乐，喜乐，喜乐，不住地祷告，祷告，祷告。要常常喜乐，喜乐，喜乐，不住地祷告，祷告，祷告。凡事谢恩，凡事谢恩，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凡事谢恩，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因为这是神在基督，在基督耶稣，耶稣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在基督耶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的旨意，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不要失去，不要失去你的微笑，你的微笑，常常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不住地祷告，不要失去，不要失去你的微笑，你的微笑，常常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Here we go， 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常常喜乐，不住祷告，不要失去你的微笑不要失去你的微笑，不要失去微笑，不要失去微笑，微笑，不要失去你的微笑。哇，谢谢他们带来《不要失去你的微笑》。接下来呀，这个节目气氛会稍微不一样哦，不只有音乐，还有情感，也不只有舞蹈，还有故事。接下来要带来表演的是乐舞生命，由乐舞生命的林宥嘉同学为我们带来一段名为《哈纳莫》的手语舞蹈表演。这支作品它结合的日本的诗歌以及手语的动作，透过肢体把生命、情感与祝福一点一滴的说出来。而且等等在表演里啊，还有一位神秘嘉宾会惊喜现身哦，请大家眼睛睁大一点，不要眨眼哦。好，那现在就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乐舞生命林宥嘉同学为我们带来哈纳莫手语舞蹈表演。空に響け歌え魂よ恵みを恵みを恵みを。让我们欢迎洁莹舞蹈班。
谢谢我们乐舞生命带来的手语舞蹈表演，还有神秘嘉宾结营舞蹈社，谢谢他们。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圣诞快乐！今年是我们迦南教会60周年的圣诞晚会，大家开不开心啊？开心！我们是今晚的摸彩主持人，我刚刚用了，你看我这一身的装扮，我刚刚用了魔法，把我们所有的东西都变成了礼物，今晚都要送给大家，哇，好不好啊？好，那么在摸彩之前呢？我在摸彩之前呢，我来先跟大家讲解一下我们等一下摸彩的规则。那等一下呢，每一位只要被任何抽中的人呢，都会有里面抽中1张，那我会重复的唱名3次。那如果3次之后呢，你本人都没有在现场的话，那我们就很可惜，只能视同你放弃。那我们就会抽下一位，抽到有本人为止。没有错，所以大家都要注意听哦，有没有叫到你的名字？如果有叫到你的名字，你可以喊哟，或者我在这里，好，那我们就会恭喜你得到这个奖项。这样大家准备好了吗？还有呢，今天晚上我们领奖的时间非常的充足哈。我们等一下如果有抽中了，就可以到1楼拿着你的摸彩券兑奖联，跟这个我们的工作人员来兑换奖品，一直到我们今天晚会结束前都可以来兑奖哦，好不好？好，是哦，你的叔叔听说今年的奖品非常的多哦。对呀，你知道吗？今年有多特别，你知道吗？哦，因为今年的摸彩的时间居然超过半个小时啊！超过半个小时，这个是迦南60周年以来最长的一次摸彩的时间啊！哇！大家欢呼一下！那想必礼物一定也非常的精彩吧？而且我们的礼物哦，跟往年都不一样哦。对，所以大家拭目以待。那么我们话不多说，我们就来摸了，好不好？没问题。那我们第一个要来摸什么奖呢？首先是星巴克礼券100元10张。好，那我们请陈毅来为大家抽出10位幸运儿。好，那我来抽。庄乔慧有在现场吗？庄乔慧有，好 ，OK， 在后面哈，好。第2位是蓝恩浩，蓝恩浩有在现场吗？编号是8263059，8263059有吗？蓝恩浩有，好，恭喜，恭喜你！稍等一下哈，可以先坐下来，我们等一下可以到1楼领奖。第3位是吴淑玲，吴淑玲有在现场吗？吴淑玲恭喜 ，OK， 恭喜你。好，下一位。第4位是王意涵，王意涵有在现场吗？哎，好像有哦，王意涵好，在有3楼，恭喜恭喜！好，再来，再来是第5位哈，苏振雄，哇，好，恭喜恭喜！好，再来，第6位是哇，真的是夫妻同心啊，张秀梅，恭喜恭喜！好，再来，可以一起去喝咖啡哈。好，第7位是高曼双，哇！高曼双有在现场哈，好，好来第8位是，嘿，念编号，念包，好，编号是8263205，高什么清的哈，不好意思，8263205，有吗？有吗？这个中间这个字非常的写的非常艺术感哈，所以很抱歉念不出来。高丽清是吗？8263205有在现场吗？
有吗？有吗？有吗？好，我先放在这里哈。好，等一下我们再来这边念完再念一次啊。好，蒋承谋，果然又是那个夫妻组哈中了这个奖，恭喜恭喜！好，来最后一位。哇，有了夫妻以后哈，现在有母女了，洪翠玲。刚刚是那个意涵中奖哈，现在换洪翠玲，恭喜你。好，好，刚刚有一位哈，高什么清的哈，826325，有在现场吗？没有，我们要放弃喽，重抽喽。大家说了哈，好，那我把它放到后面，我们再请陈毅抽出一位。好，就是这张了。826315李爱，还有一个字。李爱兰是不是？那个后面那个字写的也是非常有艺术感啊。有吗？826315。哦，有那边。有，好，恭喜你中奖。恭喜。好，我们的6奖已经抽完了哈，但是我们的摸彩还没有结束哦。没错。接下来要摸出什么呢？我们来摸成品礼券300元。成品礼券300元，总共有5张位哦。好，我们话不多说，一样请陈毅来摸出5张来。好。大家看好你的这个编号哦哈。好，第一位是陈毅。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哈，摸到自己的。好，第2位是 Swimming，82636369，写了英文名字哈。Swimming， 哦，有。好 ，OK， 恭喜你。再来。第3位是陈丽珍，陈丽珍，这边好，恭喜。恭喜。再来第4位，陈思雨，陈思雨，好，恭喜你。好，最后一位，第5位，就是我们刚刚在跳这个赞美操里面的某一位成员哈。哦。黄丽英。好，恭喜。好，恭喜这5位，我们已经这个抽出成品礼券啊300元。好，那么我们的摸彩结束了吗？我们抽到这边就结束了吗？好，等大家在欣赏精彩的节目之后，我们会再出现，为大家来摸出更多的奖项，好不好？好，谢谢大家，我们谢谢大家。将时间交给我们的主持人。大家开不开心啊？来这里。明媛，快点啊！交给你们了，2位帅哥。真歹势啊，没准备这段。那个，你先说。不要那么尬，2位。没有，你比较老，你先说啊。好，那个再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大家好。换你。好，那圣诞快乐！耶！好。好，那个其实很奇怪哈，那个我们教会是不是有很多人很会主持，对不对？对啊，他们都在哪里啊？我刚刚那里后面也一堆啊，很奇怪。对啊，为什么要我们2个这样子都不会主持，在这边耍宝？我觉得他们应该就想看我们2个耍宝啊，他应该就想看我们2个在台上尴尬的样子，像现在。好，那其实是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说像教会的这些主持人不能永远都是那一些人嘛，对不对？对，应该要有人传承，是，也要有人来承接，是，对不对？那教会的服事要不要？要，也是要有人来承接，对不对？对。好，所以接下来要表演的节目，好，接下来要带来演出的这一群主角，是我们之后要传承给他们的，他们是阿嘎培牧区的小朋友们，他们要为我们带来一闪一闪亮晶晶，我们欢迎他们。
好，我们欢迎他们啊！我们不是欢迎他们，我们那个掌声鼓励鼓励，拍拍手。好，那个我想跟大家确认一下，请问他们的表演可不可爱啊？可爱。有没有觉得迦南教会未来很有盼望啊？非常有盼望。其实我小时候也是很可爱。差不多小时候哈，我也在圣诞节的时候呢，经常在教会表演啊，那有唱诗，也有演戏啊。那小时候都不会紧张啊，那现在呢也不会紧张啊。那要表演嘛哈，等一下哈，那个先来给你们猜一猜哈，有一张照片呢，大概是43年前。好，这是43年前的迦南教会。那来先找一下我在哪里好不好？可能士林传道比较可以知道，那个福昌长老应该也可以知道。里面有我啦哈，那也有那个伟峰执事，也有苏成长老，那也有我哥哥嘉平，也有我妹妹嘉谦，都在这张图里面啊，这张照片里面。那我公布答案，好，下一页。好，啊，这些，那我在那个头一半的那一个就是我啊，啊。谁知道啊？这一张是43年前，好，然后再来看一张哈，等一下，这一张呢是大概46年前，啊，更早的时候，那时候我演戏，我是演那个阿兵哥，好，那。看不出来哈，好，来公布，下一页，好，这是我在那里，好，那苏成长老很可爱哈，微风执事很可爱，那把我放大可以吗？不行哦，不好意思，没有准备好。嘉生，我想请问一下啊，你有要表演吗？好，拍谁？因为为什么会介绍这个哈？因为等一下为我们表演的哈。也是一群非常可爱的宝贝哦，对，他是我们教会，他是我们协会的大宝贝，他是德福据点的宝贝，我们一起用掌声来欢迎他们，掌声鼓励。好可爱哦！太会扭了吧，哇！
次谢谢我们的德福据点。祝大家圣诞快乐！谢谢大宝贝们带来的祝福。好，谢谢。太可爱了。好，大家好，又换我们出现了。哇，看完这么精彩的表演后，应该大家又期待摸彩的时间，对不对？好，那我们接下来要抽什么样的奖项呢？好，请看。好，我们再来抽成品礼券哦。这次是100元的，我们一样抽5张。好，我们一样，我们请陈毅来抽出这5位幸运儿。好，第一位是詹怡芳，是我们的童工哈。好，恭喜你。第2位江光妹，好，恭喜你。第3位是蒋逸飞，哦，恭喜恭喜。第4位刘炳恩，刘炳恩，好，在楼上，恭喜。第5位，终于有一位我们的长老已经出现了，陈如山长老。好，我们恭喜这5位成品礼券100元的礼券哈。好，再来呢？还有什么礼物呢？一定还有啊！我们礼物那么多。明哲叔叔，你喜欢去旅行吗？哦，我非常喜欢去旅行哎。那旅行就一定要带着这个旅行袋。没错，这个是非常好的旅行袋。我们一样有5名要来抽出这个旅行袋。好，我们请陈毅来抽出来。好，第1位是张慕轩，好，恭喜恭喜。第2位杨淑美，好，在后面哈，恭喜。第3位是严丽淑，好，也是我们刚刚的表演者哈，恭喜。第4位是胡秀慧，古月胡胡秀慧，好，恭喜。好，第5位梁心韵，梁心韵，好，恭喜你。好，这个只是5奖跟6奖而已，对不对？那我们接下来要来点不一样的。对，我们刚刚在这个圣诞晚会刚要开始前，有一位立委。大家还记得是哪一位立委来到我们当中呢？万美玲立委哈。好，今天哦奖项完全不一样。我们看到不但有立委的奖品，没错，还有呢，还有议员的奖品，都是我们桃园市的这个市议员哦，他们所贡献出来的奖项哦。好，那么我们先来看有哪些议员以及这个立委哈。第1位是万美玲立委。还有黄嘉琪议员，还有黄婉如议员、林正贤议员、陈美眉议员、张硕芳议员。好，首先我们就要来抽出这6位哈立委加上议员他们所贡献的这些奖项哈。好，我们先来看第1个，哦，就是刚刚我们的立法委员万美玲小姐哈，她所贡献的是万用拖把1支，好，这个。哦，一组哈，一组哈，好，一组，也有水桶才可以用。好像说我不会做家事哈，其实我是很会做家事的。好，那这个陈毅，听说这一组这个万用拖哈也是非常不简单哦。哦，怎么说？听说天花板啊、地上、墙壁什么都可以拖。这么厉害哦！真的，我是这样认为啦。好，没关系，话不多说哈。好，我们现在要请。因为那个万美玲立委应该已经离开了哈，好，没关系，我们要请一位长老严吉慧长老来代替抽这个奖项，好不好？好，来，我们鼓掌欢迎严吉慧长老哈。欢迎严吉慧长老到台前。好，大家先拿好你的这个摸彩券哦。
有可能这一组这个万用托哦，马上就到你的手上了哈。只要先抽出1张就好了。好，这位幸运儿是许胡美宝。哇，恭喜！好，请到台前来哦。好，那么第2个市议员的奖项是还没，这个几位长老还要继续在这里哈。好，黄嘉琪市议员他有在现场吗？哦，好，那个我们刚刚那个许胡美宝，请到台前来哦，我们来台前来颁奖。我们要先颁奖哈。所以接下来呢，有市议员的奖哦，有抽到你的话，你就来台前，好，我们要拍照，然后颁奖。好，请到这边来哟。来，几位长老，我们把这个奖项哈，请集会长老代替来颁发给许胡美宝。恭喜！好，1、2、3，好，谢谢。组长，谢谢。好，接下来我们要抽出黄嘉琪市议员的这个环保用品套组，看起来很实用哦。好，一样我们请集会长老为我们抽出来哈。编号是8263330，刘。8263330，好，后面那边。好，8263330，好，恭喜你来，请到台前来。哦。哇，这个名字写得非常有艺术哈。好，我们一样请集会长老。好，请尽速到台前哦。好，1、2、3，好，恭喜你。谢谢。好，我们第3位这个市议员呢？再来第3个。第3个市议员是？下一张。下一张。再来是黄婉如议员赠送的毛毯，那帮我抽2张。好。这样，这边有2位哦哈，得奖者是黄婉如议员，第1位是，这个爸爸抽到的哈，居然抽到自己的儿子啊哈，严培恩，好，请到台前来哈。好，另外一位呢？太厉害了，好，第2位是吴佩蓉，吴佩蓉有在现场吗？有。好，请2位到台前来。好。严培恩，没关系，等一下，好，来了哈。哇，这个父子第一次同台，居然是这个颁发圣诞礼物的时候哈！来，大家热烈掌声一下。好，谢谢。还有哈，接下来下一位议员的这个奖项是林正贤市议员，他的奖项是。好，我们等一下抽到呢，请你来到台前，然后我们先往下抽，这样可以比较快一点。那现在是要抽拖把组1位。好，拖把组蔡碧坚，恭喜你！有吗？有在现场吗？哦，有，好，恭喜。那我们先往下抽，是陈美眉议员赠送的小高锅1位。好，麦美云。哦，麦美云，好，恭喜你。好，要来前面拍照哦。是不是还有1位？好，还有一个。再来是双肩背包1位。蔡以诚，恭喜你！好，请刚念到名字的人帮我到台前来哦。
好，首先是那个林正贤市议员的这个奖项，拖把组。拖把组。来，请到台中好，间。来，我们在中间这边。好，我们恭喜毕坚兄哈。好，谢谢。再来再来下一位。是陈美眉议员的这个双耳原味小高锅哈。看镜头哦。好，我们恭喜麦美云，谢谢。好，再来蔡以诚拿到了双肩背包。这个昨天刚退伍的哈，马上就要背背包去旅行了是吧？哈。好，恭喜以诚。好，我们的奖项还没有抽完哦哈，等一下我们看完精彩的节目之后，我们继续来抽奖好不好？好。同时我们也谢谢集会长老为我们抽出这些奖项。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主持人。喂，1、2、3 ，Hello， 可以回应好不好？来 ，Hello。好，因为我们刚刚有收到消息啊，今天我们有点小 delay 了，所以我们今天活动就加速。但是我还是会把礼物都送出去，大家说好不好？有礼物哦，我怎么不知道？啊，我没有跟你讲吗？哎呦喂，好，那我们现在就要开始我们的游戏了。事不宜迟，先跟你们讲一下游戏规则。游戏规则是这样的，等一下我讲的条件，如果你符合，你就要做出我指定的动作。哦，有点听起来有点补飒飒，对不对？没关系，我们再请那个我们的嘉生，还有我们的浩宇出列，来，我们来再演示一次，大家可以一起跟着做。好，好，我们先来示范一次哦。如果你穿红色衣服，请你把右脚抬起来。右脚，来，把右脚抬起来。哎，我看很多穿红色衣服好像都没有抬哦。好，如果你穿黑色裤子，请你把右手比个爱心。右手比爱心。哎，好，你们有发现什么吗？哎，我刚刚说黑色还是红色？哦，里面。他们都没有动，对不对？我没有说动作归零的时候都不可以动哦，就要像这样维持。我们看他们维持几分钟啊？不是啦，好啦，谢谢。动作归零。当我说动作归零的时候，你们就可以坐好，就可以把手放松，这样可以吗？好，那我们游戏要开始喽，准备好了吗？哎，好，有点小声，准备好了吗？好了，好。第一题，染头发的，请你用左手指右边的人。哎，有染头发的。如果你有染头发，请你用左手指右边的人。好。OK， 好，下一个。再来，有带包包的，对右边的人点头。对右边点头。哎，点头不能停哦，那个人一直点头。刚刚手指要继续指着哦。哎，要继续点哦。好，下一个。红衣服的人，请你用右手举手答右。右，哎，很大声。哎呦喂，大家很厉害哎。好，动作归零。哎，我发现你们很会听指令呢。那我们再一题好了。好，来下一题。有带水壶的人，请你双手比耶。双手。再来，双眼皮的人，请你看着你的右边的人微笑。嘿嘿嘿，哎。我是微笑，不是傻笑哦。微笑不是傻笑哦，微笑啊。好，下一个。单眼皮的人，请你看着你的左边的人微笑。哎，动作要维持哦。发现在跟旁边的人笑哦。再来，穿长裤的人，请你举起你的右手。右手。哎。好，来，让那个摄影师帮大家拍个照。哎，太多了。摄影师帮大家拍个照。好，请帮我切，往后切。好，谢谢，动作归零。哎，你们真的很厉害。好，再来。好，接下来我们第一次来到教会的，帮我起立一下好不好？第一次来到教会的。第一次来到教会的。拍手。来，我们拍手欢迎他们一下。好，再
起立的人说欢迎。欢迎。好，这个欢迎可以停，这个欢迎可以停。对，不要一直讲。起立的不能坐下啊，起立的不能坐下，这动作。好，再来做礼拜没有睡着过的起立。哎呦，有睡着过的不能起立哦。真的假的？哦，要诚实哦，诚实哦，要诚实哦。没有睡着过。没有睡着过的哦，确定，确定。这么厉害。好，下一个，注意听哦。有读完一整本圣经的人，请你起立。哎，不用坐下，不用坐下。我没有说动作归零，都不用坐下。好，在上面哦。好。哎呦。接下来我们到了魔王关卡，这些站着的人，我为你们预备了一个游戏，就是要跟我剪刀石头布。好，我这边会看哦。待会啊，只要是猜赢子君的，我们就继续起立，然后其余平手跟输的就一律坐下 ，OK 吗 ？OK 哦。确定啊。左右邻居帮忙看一下哦，不要作弊的哦。坐着的人，你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帮我监督他们哦，可以吗？好，废话不多说，来。剪刀石头布，来出布的留下来，出布的留下来，石头跟剪刀请坐下。上面也有哦，1、2、3、4、5、6、8、9。哎，好，请那个举手的直接帮我出列好不好？对，来那个举布的人，请帮我到1楼。对，举布的直接帮我出列，请帮我上台，请帮我上台，先帮我上台，谢谢。现在站着的人全部帮我上台。上来哟！现在站着的人全部帮我上台。哎呦，很多人哦，很多人哦。上台。有我看到。稍等。哇，看来大家都是不但礼拜没有睡着过，还把圣经都读完了。我先给他们一个掌声好不好？太厉害了！我自己啊，圣经也没读完，礼拜也睡着过。但是呢，这些人我们要再猜拳一次。哎。还有人吗？哦，好，来上台。来，上台。好，蔡以诚帮我看哦。好，大家也帮我一起看。剪刀石头布，来赢我的可以留下来，出剪刀跟出布的要回到座位上，谢谢。好。恭喜这些人拿到我们的小奖品！耶！小奖品是什么呢？这个奖品叫做……它有名字。请上8楼奖。要上8楼去哦？哎，不用，它跟一般奖品是一样的。哦，也是要到我们的1楼去领奖哦。好，来跟蔡以诚领奖品券。好，谢谢你们，来帮我拍手，恭喜他们。然后谢谢大家的配合，也给你自己拍手。好，那我们活动就到这边，现在下一个活动喽，拜拜。好，我们谢谢子君跟以诚带来的非常好玩的中场游戏，我们再掌声谢谢他们。好，我们接下来有一个神秘嘉宾有来到现场哦，是我们黄婉如议员来了，我们掌声欢迎。来挥手一下，黄婉如议员。好。吃惊喜感，等一下先表演。OK， 好，嗨，刚刚他很紧张对不对？嘉盛哥主持的好不好？那我问你，你到底会不会紧张啊？前面会一点点，但是现在跟你比较不会。为什么？因为他是我们教会主持一节嘛。哎呀，谢谢。这段台词是他叫我讲的。哦，好的，对，我不是吗？我不会主持吗？是，很棒，对不对？我会嘛，对不对？好，我会。好啦，那接下来带来一个表演，是一个有氧班带来的表演哦。对，这个表演呢，就是要带大家一起动一动、跳一跳、玩一玩、开心一下。那我们有氧班呢是每周几？一晚上的7点到8点这个时间，就有社区带来的有氧班进行我们的表演。对，这个表演呢，不只是我们教会的人可以参加，社区的朋友也一起可以来参加，我们一起欢迎他们。好，我们掌声欢迎他们带来的圣诞老公公。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大家晚安。圣诞快乐吗？好。圣诞要快乐，不只是我们要快乐，你们也要快乐，对不对？你们有没有发现，刚刚抽到奖的很
很多都是有上台的，表演很卖力的，对不对？我希望大家也能够抽到奖，所以呢，要希望你们跟我们一起卖力。等一下你会抽到大奖哦，越卖力越大奖，好不好？好，那有几个动作要请大家跟我做。如果脚不方便，因为太挤了不方便移动，我们就手的动作，这样好不好？好，那我要请大家起立，来，手借给我。刚开始的时候先叉腰，叉腰很简单哈。音乐在下的前面，我们就先点点头，来点给我看，1、2、3、4，2、2、3、4，非常棒。来，那我的脚，我们往这边，你就往这边；我们往这边，你就往这边。来，踢脚背，来，踢踢跑跑跑，跳跳跳，这样会吗？好简单了，再往我另外一边来呗，来，踢踢跑跑跑。跳跳跳，然后转圈圈，转转转转转圈圈，打开手，打开手，打开打开，这样就一组动作了，有没有很简单？有。太棒了！哪一个小朋友说很有的？哦，你等一下会得到大奖。好，那第二组更简单了，来，一只手借我，这样子没有圣诞老公公，只有没有圣诞老公公，对，然后只有爱我，只有爱我的主耶稣，叮叮当，叮叮当，耶稣带来礼物，这样就第二组了，很简单啊。那中间呢，我们有中场的时候就两个转圈圈，你可以跟旁边人转，你也可以自己自转，好不好？嘿，好，这样子。好，那我们就开始喽，跟着我们的音乐开始。好，手叉腰，点头，很开心哦，会得到圣诞礼物哦。来，圣诞老公公公公公，驾着礼物就要在风中，他要爬窗户，烟囱为你带来礼物，冲冲，再来一次。小小的时候有着一个梦，12月的天空有圣诞老公公，转圈圈，会带来礼物，棒哦，会得到大奖。可是等了好多年，他都没出现。再来一次。长大的时候，有人告诉我，12月的天空有圣诞老公公，他会带来礼物，他会带来祝福。圣诞主耶稣是你我的。没有圣诞老公公，只有爱我的主耶稣，赐给我这心安，给我们。再一次没有圣诞老公公，只有爱我的主耶稣，叮叮当，叮叮当，耶稣给我们礼物。好，两个很开心的，圣诞节，有人一起转圈圈，转圈圈，对，再换人转圈圈，到大奖哦。回来，小小时候有着一个梦，12月的天空有圣诞老公公，他会带来礼物，他会带来祝福。可是等了好多年，他都没出现。再一起唱哦。之后有人告诉我，再来。12月的天空也圣诞老公公，转圈圈。他会带来礼物，他会带来祝福。手打开。没有圣诞老公公，只有爱我的主耶稣，赐给我这信仰，为我们带来。再一次没有圣诞老公公，只有爱我的主耶稣。手打开。叮叮当，叮叮当，耶稣给我们礼物。再来转圈圈，很开心。再换一个人转圈圈了，换一个不认识的。来，我跟你一起。好，也可以跟黄议员来一起转圈圈了。回来，没有圣诞老公公，只有爱我的主耶稣，赐给我需要平安，人生漫漫。再一次没有圣诞老公公，只有爱我的主耶稣，叮叮当。
风上面，让我们去。现在是叮叮当，叮叮当，铃声多响亮。两手。大家喜祝大家圣诞快乐！我们谢谢有氧舞蹈班。好，谢谢。然后大家可以坐下来，可以坐下来。哇，大家真的是非常的踊跃，也非常配合哈。换他。好，在这配合的同时，有一位神秘嘉宾也在我们前面呢，跳得非常的卖力呢。哇，我们要掌声欢迎我们的黄婉如议员。好，谢谢。谢谢议员呢，也提供给我们非常好的奖项哦，谢谢他。我们再掌声，谢谢我们黄婉如议员来到我们的现场为我们加油，来为我们给我们这个晚会的肯定。对，好。圣诞快乐，天天快乐，有我们的主耶稣爱我们，永远平安快乐。谢谢，谢谢，谢谢议员，谢谢黄议员，谢谢。好，哇，刚刚非常的热闹哎。对我很认真跳，很喘。我也蛮喘的。那我跟你说哦，等一下这个表演呢，很不容易，非常不容易。怎么说？因为接下来的表演呢，有2位的国中青年所带来的一个表演哦。哦，真的哦，好，那要表演啊，对，我要问你哈。哎，你说。他们要表演2首的经典的名曲。哪2首？有2个曲目哦。第一个曲目是月亮代表我的心。哦。然后第2个呢是望春风，有没有听过？我跟你讲，现在年轻人听什么，我可能就是没什么听过，而且现在抖音歌曲我也听不懂。但是这种经典名曲，我可是之前在国中直笛班的时候吹过呢。直笛班哦？没错。吹直笛是？对。但是等一下不是吹直笛，我们等一下是拉大提琴。哇，大提琴的演奏，很特别。听说还有钢琴的演奏呢。对，它是伴奏。哦，伴奏好，那我们就掌声欢迎我们的怡静跟雨欣带来的演奏名曲，欢迎他们。
哇，陈毅啊，陈毅，我真的没有听过，原来用大提琴可以演奏出这么美妙的台湾名曲啊！对啊，而且他们2位都还这么年轻，就可以演奏出这么有情感丰富的歌曲，真的很厉害。我们看我们现场的观众也都非常陶醉在这2首名曲当中，对不对？我们再一次掌声鼓励一下哈。好，接下来又到了我们摸彩的时间了。越到后面，大家好像不太想摸没什么反应。那这样我们干脆等一下分一分好了。没有没有，可是我已经被抽走了。哦，是，没有。越后面的摸彩时间呢，这个奖品会越来越丰富，没有错，越来越厉害。好，我们话不多说哈，来下一个我们要抽什么呢？好，我们要来抽家乐福礼券100元10张哦。好，一样是6奖哈，我们请陈毅来抽出10名幸运儿，家乐福礼券100元。好，大家要拿好你的摸彩券哦。好，第一位是连文杰，我们的连文杰执事啊。好，在3楼，恭喜你。第2位苏新敏，也是我们的执事，恭喜。第3位是严以乐，好，恭喜我们的小朋友以乐小朋友。第4位洪兆福，洪兆福，兆福兄，好，恭喜你。第5位是庄考云，编号是8263317。好，在后面，恭喜你。再来第6位是陈怡珍，好，恭喜你。第7位，刚刚一位文姐已经抽到了，换第2个文姐是谁呢？康文杰，文杰长老。哦 ，OK， 好，他等一下也要表演哈，我们恭喜他。哦，第8位也是一位长老哈，林顺正，林顺正长老，好，恭喜。第9位周素珠，恭喜恭喜。好，最后一位第10位郑素月。好，在那边，恭喜你！恭喜！家乐福礼券已经抽完了哈。好，接下来还是特别的，越来越厉害了。对，今年哈，我们有牧师、长老还有会友，他们有贡献出非常丰富的奖项哦。好，既然是牧师、长老会友，那我们就要请一位执事来抽了哈。我们请陈宏满执事来为我们抽出这个奖项，好不好？好。好。总共有6项哈，执事帮我到这边哦。那么现在因为有6个奖项，我们一口气请洪满执事抽出6位。好，抽出6位哦。抽6张。好，第一个是这个 Starbucks 的精美礼品套组哈。好，好，按照顺序来哈。好，那我来念哦。好，第1位。82632223蓝伟华。好，这个是 Starbucks 伟华，恭喜。好，再来哦，82633320陈延秀。哦，延秀长老，恭喜你，这是神秘异国的精美好礼哈。好，再来哦，82632211李丽英。好，恭喜你，抽中的是玻璃内胆包温壶，是内胆包内胆包温壶哈。我以为是什么。好，再来哦
82636364林心。好，恭喜你，林心是超薄的磁吸行动电源，哦，好棒哦！超薄的哈。再来哦，这个是81866016，黄志香。黄志香，好，治理的治哦，哈，哥哥，好，黄志香在萨克斯风这边哈，好 ，OK， 得到是全年礼券哈。好，最后一位是82636091郭正坤。郑坤兄哦，好，得到的是这个多功能不锈钢蒸笼汤锅组，我们恭喜这几位。好，我们也谢谢红满执事哈，为我们抽出这6位幸运儿。好，我们再来欣赏精彩的节目之后，我们就要再继续来抽出更丰富的礼物，好不好？好，我们将时间交给我们主持人。好 ，OK。那个抽奖开不开心啊？开心。有没有很刺激？有。节目好不好看？好看。还要不要继续看？看。要。好，换你。好，换我了。哎，太突然了。好，哎，我想请问大家知不知道教会，哎里面有一个叫做全人生命教育协会？知道。好，那大家知道在协会里面还有一个志工队吗？知道啊。好，那大家知道在更里面还有一个兴趣班吗？知道。好，不管前面知不知道，但这个问题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是请问志工队的队长是谁？哇，太开心了！好，来站过来一点。OK， 好。那个志工队哈，就是要服务大家。啊，我们每一个志工呢都非常有热忱，那主要就是服务我们社区的朋友。那所以呢，志工队有开设了许多的兴趣班。啊，目前是有鼓舞班，然后有萨克斯风班，那也有桌球班，那还有一些班，好，我现在忘记了。啊，但是我们未来啊，明年还会再开设这个鼓班，啊，爵士鼓班，啊，还有 keyboard 班，好，那我们还计划那你也要介绍表演吗？很多班就对了啦，哈，就是主要是希望说更多人来参与，哈。那我再想一下哈，等一下要表演的节目呢，就是那个萨克斯风班，那这个是有个小故事哈，去年在这个时候，啊。表演的那个老师，啊，就是那个瑞哲老师，他只有一个人独奏。那他是希望说，哈，希望可以今年呢，可以更多人来参加，好，所以他就很认真去找人，啊，然后规划，然后筹备了半年，在今年的7月22号，把这个萨克斯风班呢开成了，好，那有大概5、6个学员一起来练琴。7月22号到现在差不多5、6个月，啊，里面其中啊有2、3个啊都是没有学过的零基础，然后今天可以来这边表演，是不是很不容易？是不是很对，他很勇敢，很勇敢，我要讲胆大包天，很勇敢，对不对？对。那很多团体啊都会有说什么千岁团啊什么团哈，他们这个团呢就是长老团。哦，那我讲完了啦。好，那我们听完了这个很长的故事之后，我们可以用掌声来欢迎萨克斯风班带来表演。圣诞快乐！
再次热烈掌声，谢谢我们萨克斯风班带来的《从太阳出来之地》。哎，我们又回来了。哦，哎，对啊，哎，你怎么多一个魔法棒？对，因为等一下会用到，哦，等一下会用到。因为我们现在的摸彩跟刚刚的摸彩又完全不一样了。哦，还有再更特别的吗？对啊，而且我觉得今年很特别，是我们摸彩主持人好像曝光率蛮高的哈。对。而且比往年的这个节目主持人还要累，因为今年是迦南60周年，对不对？对。所以一定要摸出更多的奖项，让大家来领回去，让大家都带回去，好不好？好，接下来是特别的摸彩，到底有多特别呢？好，那我们先请机动组帮我们上一下道具哦。那大家刚刚在上来前呢，是不是填了一张粉红色的摸彩券，还有一张蓝色的摸彩券呢？对。好，蓝色摸彩券呢是用在这个时候特别摸彩的时候用的。那它刚刚篮子外面有3个形容词，我也看到很多人都已经把这个摸彩圈都投进去了哦。那敏哲叔叔，你觉得哪一个篮子投的最多啊？哦，这个看起来是我的右手边这一个篮子最多哎。C 奖，好，大家对 C 奖很有兴趣哦。它的形容词是保暖。好，那等一下特别摸彩呢 ，A、B、C 我们都会各摸出一个奖来。是。那它中到底是什么奖呢？其实连我都不知道。还有哦，现在的特别摸彩呢，是我们都不知道这个奖品是什么，所以等一下我们会现场来拆封这个奖品，让大家来看这个奖品是什么，好不好？好。好，那这个时候我们要请一位长老来抽奖哈，我们请陈淑清长老先来为我们抽这个特别的摸彩奖哈。A 奖。好 ，A 奖。好，那我们 A 奖的奖品，那我们 A 奖到底长什么样子呢？好。哦，这个就是 A 奖。A 奖奖品是这样哈。是这样子哦。等一下呢，我们会请抽到的那一位幸运儿，他要来到台前，直接拆封这个奖品，好不好？好。好，所以这个奖品非常的特别哦，哈。好，我们请淑清长老，对，抽1张就好了哈。好，请抽1张。好，抽到的是哦，我滑拱哦，有人抽到328639，又是郭正坤。一箭双雕，好，第1位已经出现了。对啊。好，正坤兄，现在在哪里呢？好，那我们等他上来。等一下，我们请他来。我们先来抽。好，那么淑清长老请留步哦。B 奖。请留步。好，我们要来抽特别奖 B。那这个奖品呢，在这里，但是不是请幸运儿来抽哈，我们要请淑清长老来拆开来，先让大家看一下这个奖品是什么。我们先来把礼物拆开来看看到底是什么。好，非常紧张啊！那个淑清长老，你的手包的这么精美。好。哦，它的形容词是通话专用，到底是什么呢 ？iPhone 17吗？哦。哦。看这个大小跟重量。哦。哎，这是什么？哇，这是什么？这是一个电话筒哦。来，我们看一下。好，来，接下来我们请淑清长老来抽出这个奖项的幸运儿。好，这个是 B 号。一位。究竟谁是获奖者呢？得奖的是编号107223，吴琼元。啊，回去了，回去了，哦，回去了。好，回去了，回去了。好，那大家做个见证，我们就只好放弃了，对不对？好，那我们请淑清长老再抽出1位来。好，得主是。得奖的是赖亚伦。哦，有在现场吗？
哦，楼上，好，在楼上，恭喜你。好，好，家人的儿子哈。好，接下来特别奖 C 到底是什么呢？好，特别奖 C 哈，我们的礼物看起来是一个这个软软的，好大一包哦，来摸摸看，而且还有史努比在上面，好可爱哦。非常的可爱哈。好，我们一样请淑清长老来帮我们抽出，对，抽就好了哈。好，一位哦，这。然后等一下中奖的人呢，要来拆封这个奖品。得奖的是文杰，到底是哪一个文杰呢？哦，来，两个文杰都在哪里？好，一个在上面啊。我们恭喜康文杰，文杰长老哈。哦，这个也是得到2个奖项的哈。那我们等文杰长老来的同时呢，我们先来请那个北北先帮我们拆开郑坤兄，请来到台前。第一个礼物，我们 A 奖。A 奖。哎 ，A 奖呢？好，这个特别奖呢，我们要请郑坤兄亲自拆封，让我们看看这个奖品是什么呢？没有关系，我们先拆来看看。先把它拆开来。难道看起来这个大小很像？不要紧张，面纸一盒。哦，拆开来哦，是什么呢？哇，是什么？不知道。这个是 TWS 蓝牙耳机一组。感谢主，感谢主。好，我们恭喜郑坤兄。好，请回座。谢谢，这个记得拿。然后文杰长老到了吗？好，好，收乐器没关系哦，没关系。这个特别奖抽完以后呢，接下来是我们最精彩，也就是到了摸彩的尾声，这个时刻非常的紧张，我的手都在发抖，而且在冒冷汗，因为我到现在还没有抽到啊。好，陈毅，接下来我们要抽什么呢？又到了牧师长老会友奖，一样有6位哈。这个时刻，我们同样要请一位执事来抽。我们请许书伟执事来抽牧师长老会友奖。好，我们在这边哈，也要非常感谢我们的牧师，还有我们有许多的长老发起这个活动哈，说不是只有用我们的这个费用来买这些奖品而已。也让我们的会友一起来参与，所以将他们这个家里面呢非常宝贵的这些礼物呢，都包装好，要送给我们的会友，送给我们的朋友们。好，所以我们这个时刻呢，我们请许书伟执事连续抽出6位。好，那这6位我们要按照顺序哈，第1张、第2张、第3张、第4张、第5张。首先第1位是得到的是神秘好礼。好，我们请陈毅来说出第1位是谁。那第1位神秘好礼的得奖者是8263096邱显如。显如兄，恭喜你！好，6张对。再来是8263231曾繁茂。好，恭喜你！恭喜！好，再来8263102杨真玲。杨真玲有在现场吗？有，恭喜！好，恭喜你！好，再来哦。8263314黄嘉恩。黄嘉恩有在现场吗？黄嘉恩。有，好，在3楼哈，恭喜你。好，再来8263212。哦，好，接下来是这个惊喜的红包哈，惊喜红包8263212。
刘丽慧。刘丽慧，刘丽慧。好，恭喜。好。好，最后一个是远东百货的礼券，得奖的是。远东百货礼券得奖者是8263325赖静怡。哦，牧师娘，我们恭喜你。谢谢。好，等一下记得，这个奖项呢是要到我们整个节目结束后，我们再到1楼去领取哈。好，那我们赶快进行下一 round。哦，我们又来抽立委议员奖。好，刚刚我们也有这个黄议员哈也来到我们现场，那么我们特别要致谢于北辰议员、黄琼慧议员、詹江村议员、李小忠议员以及李光达议员这5位哈，我们总共有5个奖项，这个是议员奖。首先呢，第一个我们要请一位长老来抽，我们请林顺正长老来抽这个奖项，好不好？好，第一位是于北辰议员哈，他要送出的是精巧的双锅套组，有1组哦。好，我们请顺正长老来为我们抽出。好，8263085简君，8263085。8263085有吗？有哈，好，恭喜你。等一下我们先来台前哦，等一下我们要来颁奖哈。好，下一个我们先抽出第2位哈。再来是黄琼慧议员赠送的乐扣玻璃保鲜盒。我们一样请顺正长老来抽出。没想到接到的跟我有关系。我们恭喜陈伟谦，好，恭喜。得到玻璃保鲜盒。好，再来是詹江村议员赠送的美式绿滴咖啡机哦。很棒哦！来，我们抽1位，到底是谁会得到呢？好，顺正长老抽出的这一位是刘家芳，哇！恭喜你！好，请到台前来哦。准备到台前了哈，因为我们要来拍照哈。回家了？啊？回家了？回家了。哦。太可惜了哈。太可惜了。好，那我们只好重抽喽。刘家芳没有在现场吗？家芳姐，好，回家了哈。那我们再抽1位。好，得奖者是8263346王子安。王子安，哦哟，找到了，好，请到台前来哦。请到台前哦。好，下一个是李小忠议员赠送的精美礼品，这要帮我抽3张。3位，好。精美礼品，好，第一位是李介成，8263163，恭喜介成长老。好，第2位是8263087，董百杰是吗？还是董8263087。8263087， 8263087第3次，有吗？好，那这个弃权。好，那我先弃权的在这边。好，我先公布第3位是8263120吕建新。吕建新，有吗？在外面哦，有来，好，恭喜你，好，恭喜。那好，我们还要再抽出1位，好。好，哦，这个是81860114，刚刚有上台的简宇欣。哇，恭喜你！好，我们现在好，那请刚刚有唱到名的人帮我竞速到台前哦。好，
然后还有一位李光达议员的精美毛巾组一组哈。好，一张。我们请顺正长老来抽。好，得奖的是蔡淑慧，82631112。好，恭喜，恭喜你！好，请帮我到台前领奖请到台前哦，我们要来颁发哈，然后也要拍照。好，首先第一位是，好，那李光达，这个雨欣，于北辰，好，那请伟谦先，伟谦呢？在投影。哦，好，好，爸爸带领。好，那我就带领了哈。好。好，谢谢。那就全部人一起。好，那我们先。那我们邀请就得奖人一起到中间一起合影。然后拿着自己的奖项好了哈。哦，到中间哦。好。那每个人都要帮我拿一份礼物哦。来。好，介成长老是。好，大家都拿好礼物了吗？好。好，名字帮我露出来哦，议员的名字。议员的名字要帮我露出来。全部帮我往右一点哦。全部一起。啊，因为我们要特别致谢我们的议员跟立委所赠送的奖品，所以必须要这样子一个一个的拍照哦。谢谢，谢谢。那请先帮我把东西放到旁边，请帮。喂。好，我们也谢谢顺正长老为我们抽出这么多的奖项哈。好，来，好，现在做一个调查一下哈。刚刚的还没有得奖的请举手。哇，还这么多哈。好，我们接下来还有奖项要继续来抽哦哈。哦，好，刚刚有这个特别奖哈，是文杰长老抽中的文杰长老，我们要请文杰长老来到台前哦，为我们拆开。这个礼物哈，让大家知道这个礼物到底是什么。对，是，没有错。好，究竟是什么呢？暴力一点好不好？可以暴力。哦，蓝色的。哦，是什么呢？好，再打开。有这边开了。哇！非常的可爱哈，我们穿起来一下。非常特别啊！好。哦，这个非常的暖哈。没关系啦，看起来也是非常可爱啦，好不好？哇！原来保暖是这样用的。啊！好，我们拍一张照哦，来。真是太可爱了。1、2、3。好，我们恭喜文杰长老哈，得到这么特别的奖品。谢谢。啊，我拄则看到足侪人举手讲伊无抽到奖，我已经会使，我头前敢都有得到一个奖，所以我要把这个奖，佮送予人。哦，虽然已经失去迄个
你给那个神秘的那个奖，但是还是给需要的人。好，那我们请文杰长老来抽出哈，来那个是那边蓝色的哈。好，文杰长老决定呢，请抽出一张，要把礼物赠送给其他的人。戴秀玲3号8608。好，恭喜你在3楼哈。好，恭喜。好，我们谢谢文杰长老。好，哇，今年的摸彩真的非常的特别哈。对啊。已经摸了这么多，还没有结束。来，接下来我们还有什么奖项呢？已经来到第2奖了哈。哇。好，我们看一下是什么呢？到底是什么呢？我刚刚想到应该是斗牛士牛排，对不对？斗牛士啊，是吗？才没有嘞，不是啊，你搞错间了啊，是西提牛排。是西提牛排加上华纳威秀的电影票是吗？哇，没有，只是威秀电影票。威秀电影哈，不过已经非常特别了哈，牛排吃完牛排又可以去看电影，双人套票有2组哈。好，这个时候我们要邀请牧师娘来为我们抽这个奖项哦。好，我们邀请牧师娘哦。好，为我们抽出2张。2张。谁想得到呢？哦，这边还没有得过奖的，请举手。哦，很多人哦。第一位是卢彩薇，8263345，恭喜！恭喜你！好，第2位是，来，明年有谁要结婚的，赶快举手。明年要结婚的人举手，看一下，看有谁。来，这边有1对，还有嘞。难道明年要结婚的，姓丁啊，丁的有2位。哇，糟了到底是哥哥还是看一下，哥哥还是弟弟？好，我们来来。好了，我讲好了，来得奖的是丁家硕。哦，家硕长老，我们恭喜你！哇，真的这个礼物非常适合啊。来，我们好，那邀请这2位帮我到台前来拍个照。好，我们请那个家硕长老跟我们未来的这个未婚妻也一起，好，一起。哇，真的牧师娘太会抽了哈！哇，恭喜！西提牛排加上威秀电影双人套票，有2奖就有1奖，对不对？有头奖，到底是什么？我听说有双人机票要到杜拜去度假呢，是不是？真的吗？是吗？哎呦，没那么好啦，没有要坐飞机啊。不是要去杜拜住6星级的大饭店吗？哎，我没有听说这件事情。那到底是什么？但是头奖也非常的好，我们要去台湾非常好的饭店，是桂田喜来登的双人住宿券，我们只抽1位啊。只有1位。我们邀请我们迦南教会的大家长陈柏志牧师来抽这个奖。来，好好抽一下哦。好好抽一下，好好抽一下。好，我知道啊，这个住宿券啊，你可以选择住在台南喜来登，或是台东喜来登，而且呢，还可以吃2客的晚餐，2客的早餐。所以呢，只有1位可以代表我们去台南或是台东，谁想去？好，祷告一下，祷告一下，祷告一下，让我们来揭晓，代表我们去到台喜来登的叫做0908161713，哦，哇，张馨予，哇，
我们请牧师来颁奖。原来就是我们一直在为大家服务的新宇哦。哇！我们恭喜新宇。好，我们谢谢陈牧师为我们来抽出这一位头奖的幸运儿，我们再一次鼓掌好不好？好，虽然所有的奖已经抽完哈，但是我们主持人等一下还会公布非常惊喜的消息哦。来，我们将时间交给我们的主持人，拍拍手。哇！哎，不好意思，请你下去。啊，没有我。请你下去。请下，哈。好好休息一下。你知道为什么只有我们两个吗？我觉得有一部分是我们两个年纪加起来，搞不好还没有他的年纪大。没错。而且接下来的表演呢，是我们的青年牧区所带来的表演哦。哦，对，我记得往年我们青年牧区总是能够带给大家一种很棒的感觉，很棒的感觉，没错。而且接下来最后一个压轴表演，就是我们的青年牧区所带来的这个精彩表演。我知道。哎，你说。但是这个名字要怎么念呢？Sincher。好，那我们一起掌声欢迎 Sincher。我们欢迎。Men versus machine, men versus the world, mankind versus me. The struggles go on, the wisdom I lack, the burdens keep piling up on my back. So hard to breathe, to take the next step. The mountain is high, I wait in the depths, yearning for grace and hoping for peace. Dear God, increase healing hands. Oh God, have mercy on our unclean souls once again. Jesus.
给我们的戏剧表演一个掌声，谢谢。在戏剧当中啊，因为祷告，很多人得到了祝福。今天大家想不想要把这个祝福带回家？想对不对？今天这个圣诞节呢，很开心可以看到大家一起来到这里来欢庆，所以呢，我想要用这首歌当作祝福，让大家可以一起把这个祝福带回家。2000年前的夜晚，耶稣降生在伯利恒。再一次。2000年前的夜晚，耶稣降生在伯利恒。美好计划中，神已定下永恒的约。天父多么爱世人，赐下独生爱子耶稣，是爱和恩典被彰显。如果你会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唱哦。在这浩瀚宇宙中，充满神美丽的创造，为出生以前，神的爱已环绕我们，平安的圣诞欢庆，耶稣带来永生盼望，为我们预备永恒的家。小小的婴孩为爱来到世上，让你我看见爱的约定被实现。困惑的人找到路，不再迷惑和失望。耶稣为你我降生，为爱走上十架。是否愿打开心门，接受这份爱到永远，到永远。小小的婴孩为爱来到世上，让你我看见爱的约定被实现。困惑的人找到路，不再迷惑和失望。耶稣为你我降生，为爱走向十架。是否愿打开心门，接受这份爱到永远？耶稣是最棒的礼物，阿门吗？或许你没有抽到台东喜来登，或许你没有拿到西提牛排，但是耶稣可以带你去喜来登，耶稣可以带你去吃牛排，阿门，阿门。在我们今天最棒的礼物，就是要把耶稣这份爱带到每一个人的家中。不论你已经认识耶稣，或是已经与耶稣认识非常久的时间，但是牧师希望透过今天圣诞晚会最后的这个时间，能够带领大家来做一个邀请耶稣的祷告。把耶稣带回家，不用跟这么多人抽摸彩券，好，然后呢，这么多人坐在这里抽，而是你只要愿意来做这样的祷告，耶稣就会住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把他天上美好的祝福带给你，带给我们每一位。如果你愿意的话，我要邀请你来跟我做这样的祷告，让我们闭上我们的眼睛。我祷告一句，请你跟着牧师来祷告一句：亲爱的天父上帝，亲爱的天父上帝，我感谢你，我感谢你，为世上的人预备最美好的礼物，为世上的人预备最美好的礼物，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邀请耶稣成为我的救主，邀请耶稣成为我的救主，成为我生命的主，成为我生命的主，让我的生命能够过得更丰盛，让我的生命能够过得更丰盛，更平安，更平安，更喜乐，更喜乐。
领受从天来的祝福，领受从天来的祝福，享受永远的生命，享受永远的生命。我这样子祷告，我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小小的音，请大家一起从座位上站起来。是神，让你我看见，爱的约定被实现，困惑的人找到路，不再迷惑和失望。耶稣为你我降生，为爱做小使者。是否愿打开心门，接受这份爱到永远？小小婴孩，举起我们的手，婴孩为爱来到世上，让你我看见，爱的约定被实现，困惑的人找到路，不再迷惑和失望。耶稣为你我降生，为爱做小使者。是否愿打开心门，接受这份爱到永远，到永远，到永远。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是的，父神，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美好的夜晚，让我们今天不仅是迦南教会的弟兄姐妹在这里庆祝圣诞节，还有桃园市的立委议员们，他们一起参与在这样的庆祝当中。相信神爱世人，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福音要进入我们每个人的心中，也进入我们每个人的家中。愿主耶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帮助与每位弟兄姐妹同在，从今天起，从耶稣诞生的那一天起，直到永永远远。阿门。我们拍掌，把荣耀归给耶稣。好，请坐。哇，今天的圣诞晚会终于结束啦！耶！其实我跟你说，我其实很紧张，因为我找你们两个来主持，我真的很紧张。对我其实也是很紧张啦哈，但是非常的享受，也非常的值得，看到大家很开心的脸哈，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是。真的，而且我今天终于能直接叫家生，而不用叫家生长老了。没错，也因着上帝的爱呢，我们感受到非常的欢乐，也因为他的降临，我们感受到这份爱与祝福哦。对，那我们要将这样的喜乐继续的延续下去。所以等一下呢，我们离开的时候呢，我们到1楼，我们有准备一个小小的礼物要送给每一个人。哇！啊，至于是什么礼物，就大家等一下要排队到1楼哦。好，如果刚刚没有抽到奖品的，不用灰心，我们真的非常的用心准备，每一个人都可以把一份礼物带回家哦。是的，要记得。好，要去哪？好。好，那我们今天的圣诞晚会就到这里结束啦。最后祝大家圣诞快乐，新年快乐！谢谢大家。好。